来关心中国甲菲律宾伫南海一直有冲突。8月30日，伫咧仙宾暗沙，阁有船仔烧拢冤家。这嘛是中国甲菲律宾8月以来第3届发生船仔烧讹的冲突。那些甲邦的菲律宾船甲列些甲邦的中国船互相接近了后，会当听到一声真大的声音，真明显是双方的船已经弄着。 中国海警伫8月30日下晡公布一段影片，指控菲律宾的海警船伫南海仙宾暗沙非法滞留，甲真侪届向中国海警船起空，挑工冲撞中国的船，造成双方的船触动。12时06分，非9701号船以不专业、危险方式故意冲撞我方正常维权执法的5205舰，导致发生擦碰，责任完全在菲方。 对此，中国海警局的发言人刘德军提出警告，要求菲律宾应该即时自行撤走船只，唔通互状况升级，若无爱承担所有发生的后果。而且嘛表示，中国海警会采取必要的措施，坚持维护国家领土也有海洋主权的权益。 对于中国的指控，菲律宾政府嘛公布影片，反驳中国海警船不顾国际海上避碰的规则，超过3届向菲律宾的船舰弄过去，好加在无人员伤亡。过去菲律宾要指控中国伫仙宾暗沙填海造地建造人工岛，和菲律宾政府派海岸防卫队巡逻舰马格巴努亚号来驻守，伫菲国运补物资去船舰的时阵，佮真侪届甲中国舰艇发生冲突，最后只会当用直升机空投物资。这届冲突嘛是双方为8月以来伫当地发生的第3届船只冲突。美国驻菲律宾大使卡尔森嘛伫菲律宾政府公布影片了后，伫社群平台 X 发言批评中国真侪届违反国际法的行为，包括这届中菲的海上冲突，嘛强调美国会甲菲律宾徛做伙，共同维护国际法。公司新闻台是董炳耀。